这年假头一天，料想会到国道的车真正是有够多，高公局估计有11条塞车的路段，这分别是国道1号路南高架桥这个机场的系统到杨梅这段，中华系统到埔盐的系统，以及国道3号路南的路段，加国道5号路南南港系统到头城。因为人坐车坐服务区的人嘛是叉。其中伫台中清水区，因讲是透早就找无停车位啊，食饭袂出去。行路这共款，业者估计5日这3天年假有差不多8万的游客，营业额有可能到1500万。5日这年假头一天，高速公路路南的方向，好驾驶太加强唔敢，尤其国道3号台中清水服务区，一透早就叉。车辆一台接一台驶入去，停车场车位车歹找，民众入去餐厅想要食饭，敢若找鬼都爱找足久。不少人天光就出门，都是惊会塞车。早上7点，那车况如何？小塞。早上几点出发？6点。6点就出发。对，6点出发，早点出门才不会塞车。没有塞。没有塞。对。也是怕塞车，早点出发。对，因为带小朋友。高公局估计，今仔日是5日这3天年假内底上济车一天，其中有11个路段上高铁。分别是国道1号往南高架机场系统到杨梅路段，中华系统到埔盐系统，加国道3号往南的路段，尤其是快关到雾峰，也有国道5号往南南港系统到头城，加国道10号东西向的路段。车条多，当然人潮也多，尤其清水服务区未单来打归，早就拢有加传挂货。那这一次的备货量大概是相较于平常假日的1倍左右。整个端午假期的话，我们准备的量都是很充足的，备货量是每天都有的。早上来就一直排队，刚刚才稍微舒缓一点点。服务区卖食的生意特别好，地米卤卵一鼎接一鼎的煮，拢无停过。清水服务区业者估计，5日这3天年假会来到8万人条，营业额可能来到1500万。服务区业者也能准备好，要来迎接年假人潮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